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伫和合本伫111页。耶稣入耶利哥得过去的时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就是做抽象的头人，也是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什么人，若是人济看袂到，因为伊的身躯矮细，就走做前，搬上酸菜树，要看伊，因为耶稣要对遐过。耶稣到迄位额头看伊，讲：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要的确着踮伫你的家，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纳伊。众人看见，嗷嗷念讲，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。撒该徛伫对主讲：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向人，若是捌拗什么人，就将4倍赔伊。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的救恩要到伫即个家，因为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。以上，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无愧的良心，无愧的良心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要听同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也感谢伫主日阮有缘福气会当来敬拜你。今仔日嘛是阮的纪念圣神降临节，是主耶稣你上天了后，你呈现圣神到伫阮中间，伊是保惠师，要请做阮的帮衬，互阮会当明白真理，互阮有气力，互阮会当抵挡这邪恶神伫咧。那阮有就是献上阮的感谢，今仔日也是阮灵命操练无通责备的良心的最后一课。阮感谢主，这一个月来你的帮衬，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透过圣神加添阮气力了后，阮的性命真正会当行出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，会当来延更伫主你的名。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件谦卑敬虔、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门，赏赐阮属灵的智慧，会让明白阮的祈祷，靠着所有名。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是圣神降临节，圣神降临节就是伫耶稣伊过活就天了第50天的时阵，圣神降临。耶稣过活第40天的时阵，伊就天。伫就天了，要就天精神，甲这学生讲，应该伫耶路撒冷听候圣神的来临。圣神来要互你气力，你会当去传福音，会当为即个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到地极的所在去，然后恁就会当将即个福音来传出。果然伫10天后，就是圣神降临这时，圣神啊参像火落到伫每一个人身上。所以咱看今仔日咱的道君所摆的就是红色的，这是代表一个火热。当咱有圣神伫充满伫咱的中间时，咱嘛有种火热的心伫咧。那圣神降临要创什么？伊的名另外一个名叫保惠师，就是要帮助咱，要安慰咱，也要加添咱的智慧，互咱明白真理，加添咱的气力伫咧。我相信伫咱咧学习即个灵命操练中间，咱更加需要圣神的帮助伫咧。但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38节，甲咱讲咱若是认罪，个奉主的名洗礼时，咱的罪要得到赦免，领受圣神。所以其实咱所有洗礼受洗过的人，咱拢有圣神伫咱的心中啊。这就是咱以前上的课中间咧讲到，你满有，你拥有即个圣神，甲圣神充满的即个差别伫咧。每一个受洗的即个基督徒，伊内底拢已经有圣神甲咱做伙，但是咱常常袂当感觉到圣神伫咱中间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家己的自我，
咱旧的即个老话呢，伤过强伫咧。咱定来祈祷讲要交托，交托一祈祷煞是马上就家己咧设法要从安怎要安怎，因为咱家己的自我相关。所以其实咱基督徒常常爱祈祷是啥？爱祈祷求圣神会让自由运行伫我的心中。咱圣神充满另外充满意义伫咧，充满是讲你有要特别的运势、特别的能力伫咧。像讲你要去赶鬼，你要去医病，你要去抵挡这邪神的战争等等，这是你需要圣神，互你特别的运势伫你的心中。所以圣神充满伫咱中间。这圣神充满部分呢，充满了，伊就无去啊，因为你已经达成伊的任务啊。但是圣神来自伫咱内底一个永远甲咱做伙伫咧。你若感觉你圣神伫你中间无亏待时，你恐惊咱是自我已经伤强伫咧。咱毋茫咱常常祈祷的时是讲求圣神会让自由运行伫我的心中，互咱家己的自我会当愈来愈慢的显明伫咧吼。这是圣神降临这神啊！我想咱来伫这所在有进一步了解，特别咱伫这个咱的灵命操练中间时，咱嘛一直看去，咱需要圣神的帮助伫咱中间。那今日进到最后一课就是无通责备的良心，无通责备的话语讲无愧的良心，意思是爱咱的这个良心袂去互人袂感觉真亏欠伫咧，心真安伫咧。不管那别人看起嘛，感觉拢真好伫咧，迄就是一个无通责备的良心。咱咧学习今年所学习的，就是咱最后爱活出无通责备的良心的迄种性命甲生活出来。那是操练，所以咱得为头去强调一个，互咱大家常常讲，互咱会当记咧。咱圣经中间上重要就是一句听，你爱听上帝，你爱听人。咱拢知爱听，但是为什么咱行袂出来？咱看见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，这个圣经咱已经读几遍哦，咱还阁来读一遍，咱忙当甲记起来，来做来读。若是改变的宗旨是仁爱，这个仁爱是对圣洁的心，有通责备的良心，甲无假的心生出来。才甲咱讲。主耶稣所有的教示，最后一项就是啥？这些重点就是听，仁爱就是咱讲的华语讲听，这爱吼仁爱，这个爱为着生出来，为清洁的心，清洁的心，然后就进到伫这清洁的心就是当作上帝所创造起初迄个心的，是 pure， 是这个 pure heart， 这咱旧年已经讲起啊。搁一项就是啥？你的良心，上帝互咱有一个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心的，这个心就是你的良心 conscience。这良心也是好的，毋是每一项拢无共款的良心，受到污染的良心无是。迄个倒转到起初上帝所创造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，就是咱咧学习的。咱毋茫今日讲出来，就是讲咱免来活出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的。佮最后一个是无假的这种信心的，就是真的，拢真的，毋是假。毋通人面前是一项，人后是另外一个，内甲外是无共款，无是内外拢共款，无虚假的这个信心的。最后咱就毋茫当行出迄个顺转的听心的。咱毋茫一年一摆一个月这学习，就是要互咱的心灵当健康，咱有这个顺转的听，真正就是顺转听心的基督徒的。咱旧年学习的就是这吼，咱有这种无信的妖义，像道马共款，咱有这种情欲伫咧，咱有目睭的情欲，咱有肉体的情欲，咱有这种金钱的骄傲伫咧，咱嘛常常做毋到咱的真见效的这个惊吓伫咧，咱嘛去论断别人，这拢是无迄种 pure heart。上帝起初所创造的是无安尼，但是咱拢受到污染，所以咱要对付伫咧。那伫今年咱所学习的是这4项。咱已经学习过要安怎来对付咱的迄个软弱的这种的良心。第二，咱来建立迄个敏感的良心。第三，咱来讲起安怎拥有的这个清洁良心。头一个咱讲起这个软正的良心，咱讲到有人在这面，咱通食毋通食，有人食了就感觉心足不安的，啊无食感觉自由的，逐人拢做伙要安怎？迄甲咱讲安怎，凡事拢会使，但是安怎？拢无一定有利益，嘛无一定成就人。所以你来当明白真理、明白真理知识时，你就知什么会当，啊什么袂当。所以要安怎对付？
咱来明白真理的。真理是甚物？真理就是这本圣经，毋是咱的课本，咱伫学校的课本，甲咱教讲咱的道德，咱的公民道德是啥？迄会变的啦。迄伫时代共款就无共款的，但是只有圣经已经2000几年啊，无改变的。咱一直感觉讲，咱追求真理，偶尔那些开的看看啦，无安尼你袂当。他拄仔才有一个咱的同工甲我分享，伊感觉伊出差的这一礼拜中间的时，伊感觉真不安的咧。伊逐工拢有咧读圣经，出差都无去读圣经的时，伊感觉真不安的咧。迄个灵伫遐非常一直咧震动，一直不安的咧。啊，嘛是几啊代基督徒的咧啊。所以咱毋通想讲咱家己非常的真完全真坚强的，咱拢真冷静。咱需要常用读圣经，这真理伫咱的心中的时，咱才会当去抵挡这冷静的良心的咧，才袂受到这个邪神还是这个黑暗的势力伫遐甲咱侵犯。这是头一个咱来学习的。第二，咱讲学习就讲，咱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的。咱讲的就是讲，迄个法利赛人讲，我是安怎？我是义人，我无参与迄个虚妄不义啊！伫迄所在行奸淫啊，还是去勒索人，就是勒索人共款咧。啊，我一礼拜进食2摆，我所有物件拢献1/10，哇！我是遮尔爱好。伊的良心是钝去的良心啦。伊毋知影无人伫上帝面前，哪有可能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？你只不过家己自我感觉良好呢，家己感觉非常好，别人看你就是无好啊，结果家己感觉非常好共款。伊的良心是钝去的、麻痹的。咱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，免那建立参像迄个抽样共款。正到伫圣殿伊徛伫远远的所在，毋敢到伫头前，伊连夜把望天嘛毋敢，伊随行伫遐祈祷讲，求主怜悯伊即个罪人。咱常常是罪人，你有这种敏感的性质，知影讲咱是不足，咱无完全需要主的帮助无。咱伫顶礼拜讲起清洁的心，讲起行说的约翰，伊知影伊生落来是要创，伊的命，伊的任务是甚物？伊要行伫主的面前，为了主陪伴合用的这个百姓伫咧。所以伫生落来时阵，伊就开始保酒、高酒拢无啉，大汉起来先到伫旷野，伊无受到这社会污染伫咧。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来食即个草莓，等等食的时，然后到时间到时，伊就到伫即众人头中间的时，甲讲天国近了，恁就要悔改。众人看见伊的即种表现，就知影伊所讲的是上帝话，人就到伫伊的面前来悔改，行悔改洗礼。行洗礼约翰是一个安伊有清洁心，为什么有？伊知影伊的任务，伊的命定是甚物？伊知影，伊才行出来，才会当荣光上帝。你若共款有安尼时，你就拥有这个清洁心。最后，结果就是变怎？要活出无通责备的良心。今仔咱所看这圣经在对撒该，撒该咱非常清楚这个故事。撒该，咱们足侪歌咧唱讲，这撒该安怎爬石墙，什么这，咱讲起这伊个故事，咱真清楚。但是这中间是伊安怎？咱在详细来看讲，伊安怎伊的这个所有的表现，是毋是真正？就是咱即摆咧学习的迄无通责备的良心伫咧。咱首先来看讲，咱每一个人良心有亏欠啊无？你有感觉会亏欠啊无？咱常常听起即几句话，良心不安，你有磨练良心啊无？啊，你毋通做这种亏良心的这亏心的代志。咱常常讲别人啦吼，家己较袂讲。讲你良心一定会不安的，啊，袂讲家己良心不安。你有磨你的良心啊无？咱知影讲，若讲到良心的人，就开始会去感觉不安，因为安那上帝创造咱的时，就迄种辨别是非善恶的，会伫咱的良心嘛。所以表示讲，咱的良心常常亏欠者，会受责备伫咧。加在咱有即种受责备的即种感伫咧。咱知影咱毋对这个感觉，所以咱才开始想要追求讲，咱毋知会当无通责备无，咱毋知会当无亏欠袂，咱毋知会当良心真安袂，袂安尼定定不安袂。所以咱就知影讲良心其实咱有需要去追求、需要去操练的部分。良心若是清气，这所谓清气，咱伫遮用语就是咧讲迄个纯洁、迄个 pure， 无受到污染的
你若是良心是一种纯洁，早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你自然你就无亏欠啊，你都袂受责备啊。你的良心若是袂受责备时，嘛倒转来讲，就是你已经倒转到伫上帝所起所创造迄个纯洁的即个良心的。咱看起撒该，伊就是一个良心有一个敏感良心的人。伊常常伊家己有亏欠体的，所以等于有即个机会的时阵，伊就把握人耶稣到伫因这城内底时，紧把握即个机会，想要去看即个耶稣。咱可能详细讲到伊，但是咱在最后伊得到即个清洁良心，伊会当过一个良心无亏欠的即个生活伫咧。即个故事中间有两个主角，头一个就是撒该，第二个是耶稣。咱来看撒该，撒该伊是一个良心亏欠的，还是有通互人正咧责备一个人。圣经讲伊是一个啥？伊是抽象的，伊是写讲，伊是一个抽象的头人，也是好嘢，但是伊真猥琐。伊是一个真细汉的一个人伫咧。当然，即个抽象的头人，大概伫咱即摆的言语来讲，大概就是咱财务部长吧。这是一个地位真悬的。但是你若是一个公务人员，你哪会变做好野人？真显然，伊所行的毋是照着伊应该行的，绝对是有外高还是啥物等等遮所造成的。伊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身躯非常的即种猥琐伫咧。野水伫咧，当伊当初即个罗马政府伊的即个税，即个税即个制度是种包税制度，就是即个城市拢总爱偌济，有人来投标，我若要1000万，我来投标1000万，政府讲 OK， 你就开始去收，你若交1000万倒转来就好，但是你去收偌济，他无人咧甲你管，伊有可能共收较悬，因为伊带有即官兵，伊会使抽象。咱看见即个撒该就是安尼，伊要伊讲遐话，互咱会当知影讲，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实际受超价，所以伊诚做一个财主，但是伊相时伊也诚做逐人所讨厌的一个人。为什么会当知影伊是一个讨厌的人？我相信咱详细咱也安尼小想者嘛知，但是敢若看讲，逐人话亏要去看耶稣，伊是恶。伊是猥琐的人，伊竟然袂当徛伫头前伫遐看，咱就知影啦。逐人拢买互伊滚落来。一个A的人完全袂查着你的时，你互伊徛喺你的头前会要紧吧？袂要紧啊，因为袂甲你主动着啊。但是连安尼人嘛无爱互伊徛，所以真知影讲伊是一个互人真讨厌的人伫咧。伊要来看见讲，逐人来拢规城拢要来看这耶稣，伊嘛绝对有听见耶稣有啥物做啥物代志伫。伊知影即个耶稣应该是伊所爱追求会当去认白的，因为常常感觉伊的良心真感觉不安定，伊看袂到，所以就走向前，爬到伫一丛生菜树去哩。一个财务部长去爬树啊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会感觉真奇怪的。所以咱若是敢若较有面子啊，我想人要爬去，除非你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嘛无叫人讲啊，无你得摕一个楼梯来，我爬去顶楼看；摕个椅啊，我徛去顶楼看。伊家己一人认真要去追求这，伊可能嘛是感觉真良心不安，还是真侪人无大家拢真讨厌伊共款，所以伊就家己想办法，到伫主耶稣要行去迄条路的一丛装载就去爬去迄个顶头，伫所在要听候主耶稣会当对迄个所在的经过。这个时阵，咱看见来看主耶稣。主耶稣虽然这个撒该是众人所无欢喜接纳的，但是主耶稣却注意到这爬去伫树仔顶的这个撒该伫咧。耶稣行到伊面前，就抬头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撒该，紧紧落来，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踮你的家。你要去到一个人的家时，你无可能去你一个讨厌人的家，你无可能去一个你所敢若你的仇敌的家伫咧。你在你是甲迄个看到你的朋友，看到你会通进一步甲伊交往的，进一步会当甲伊有互动的，你再去迄个厝呢。所以耶稣就表示讲，耶稣伊愿意接纳这个撒该成做伊好朋友，将来毋捌有人真心来听这个撒该的。伊就非常欢欢喜喜来接纳主耶稣到伫厝。咱看见伊伫迄所在讲，
第六节讲，就紧紧落来，欢喜接纳耶稣。咱知影耶稣伊伫即个大卫咧传福音，伫迄个所在咧医病，也讲到天国奥妙的真理，伫迄个所在改变人的价值观，改变人的性命时，咧证明讲主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。弥赛亚伫犹太人的眼中是非常尊重的，因为伊要来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有足侪这规定伫咧。包括讲，你袂使甲即个无信的人、外邦人相个做伙，食饭嘛袂使做伙，入去因兜嘛袂使，甚至佮带因兜更较袂使。所以咱看见讲，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厝的时，伊嘛是惊去当着面，嘛是去互人讲，但是伊遐讲这是圣神的引带。所以众人看到安尼的时，就开始伫迄个所在表示讲，伊竟然入去。法古班讲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啊，咱大夫办讲，伊入去休伫歹人的厝，大夫讲了无遐尼强调伫咧。法务办讲，他进到哪里，竟然无应该的代志，竟然搁去做共款。所以讲，耶稣应该知这个道理，这个规定伫，但是为什么入去迄个所在，这是正人的反应伫咧。但是主耶稣伊游完去到遐时，伊为着要救这个撒该。咱看见讲，正人虽然佮议论纷纷的时阵，但是撒该已经结束伊的这种天人交战，袂啊袂，伊免啊，已经真坦然甲主耶稣讲啊，主啊，我要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养人，若是捌坏人，什么人的时阵，要将4倍来行伊。我相信咱简单的数学小算算就知影，撒该若安尼做落去时，应该是安怎？应该是破产啦。但是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得到什么？咱看见讲，因为伊的性命改变了，伊的良心得到讨放啊。伊虽然放弃伊的钱财，但是伊却得到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，伊会当真安心伫咧啊。因为刷落去，主耶稣甲伊讲安怎？今仔日拯救要到伫即个家，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因为人主教是要祈求失落来救伊。主耶稣甲伊讲，今仔日救恩要到伫你即个所在啊。主耶稣来讲，伊来是要找失落有罪的人，健康的人免医生，无罪的人嘛无需要救助，只有有罪的人、破病人需要医生，有罪的人需要救助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看见讲，即个救恩的功用之一是啥？是互人得到改变，会让过着即个无通嫌的一种良心伫咧。这是这个故事，咱非常清楚。咱简单甲伊讲一遍，咱三个要来看讲，咱即几礼拜所学习的。开始甲咱讲啊啦，你要画出这个无通嫌的这良心头前，你得安怎？你得对付你软正的良心，你得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，你得拥有一个清洁的良心。当撒该是安怎来做到？咱用撒该做例，咱来看头前对付这个软正的这种良心的时，咱知伊会感觉非常不安的咧。咱看见伊知影伊有去安怎？伊有去坏人啦，法务班讹诈人，你无应该得咧，你去人摕，你加收一寡即个税金伫咧。虽然你无用掠去关，敢若下伫规定共款，但是确实真无合理。其实咱的社会足侪这种情形，合法但不合理，合规定但不合理。所以为什么常常咱来改变规定？为什么咱常来修法共款？就是可能讲有一个真无正确，所以咱常常毋通讲，我就这合法啦。咱社会中间真正看这合法并无一定合理。共款，这个撒该嘛是共款。伊虽然做这代志无人甲抓，也无人甲要，因为伊会当安尼做啊，但是真无合理。伊的良心开始感觉非常不安。伊为什么安尼做？伊有软正良心的，因为你要较好遐咧。伊有会权会当安尼做，伊就安尼来做。但是伊知有这个软正的良心，所以伊去对付。免哪对付，伊爱去找到迄个好的源头。伊家己无办法对付这。听讲咱这面通食无，我毋知通食无，我倒转到圣经看讲，哦，圣经甲咱讲安怎？我们万事行事拢万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啊！万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成就人啊！我有真正的自由，我会当买，有当卖。有这真正的真理的价值，真正的知识，互咱知影时，咱就知影爱安怎来做。这真正的真理甲智慧，伊就来，只有这先好的源头来，就是找到伫主耶稣的心中。
咱看见头一个，伊对付伊的即个软正的良心；第二，咱看见伊安怎来建立即个敏感的良心。伊知影讲，即个虽然是合规的，但是无合理。伊的良心无麻痹去，嘛无迟钝去。伊有一个敏感的心，伊知影安尼是无好，知影安尼是无好的时还无够，着爱搁安怎？爱知影讲，伊爱安怎去找到即个源头，会当来帮助伊的。所以，伊知影耶稣会当帮助伊，耶稣会当下变伊。伊是伫耶稣讲救恩要到伫即个家以前，伊就先认罪啊。所以是真正是为家己来发起的。有一个敏感的良心，知影伊是毋对的，伊嘛知影找到迄个好的源头啊。我应该伫伊的面前来认罪。所以最后说要讲救恩到遮的时候，伊就先伫迄个所在来认罪、来忏悔。咱看见有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伫。第三，咱看伊安怎拥有即个清气的良心伫。咱为行说约翰看见讲，耶稣咱就是知影伊的积分、伊的命定是啥物。当然，伊即马知影伊的积分啊，伊无应该去安怎共加收，伊无应该去歪人的。所以，伊就谦卑，伫迄个所在特别补偿的即个办法。迄个办法就是讲，我要将所有一半互送用人，若是有捌歪什么人的时，就将4倍赔伊。伊知影伊应该伊的命定、伊的任务应该做是啥物？我袂使共加替啊，但我共加替要安怎？我谦卑将这个过来行到别人，甚至佫补偿敌人。咱看见的伊是已经悔改，伊的性命得到改变的这种表现，所以应神益人。有清洁良心的人，你拥有清洁良心，你一定应神益人。就刚才行说的约翰共款的咧。最后，咱看见讲已经画出这个无通责备的良心，因为主耶稣甲伊宣布讲安那，今仔日救恩拯救要到伫这个家。华古版讲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咱台语版讲，今仔日拯救到伫这个家，救恩已经到伫撒该的这处理，所以伊有这个画出无通责备的良心，伊不再搁伫迄所在良心不安啊，伊无迄个亏欠伫咧，这是撒该。咱真容易，咱会当真理智伫迄个所在讲，哦，伊就是安尼，所以咱一步一步安尼行，对，伊有安尼，咱倒转来看咱家己。咱会当安尼袂？咱有啥物点，咱都要来思想啊无？咱用家己做例来看。头一个，咱要对付咱软正的良心，你要先知你有软正的良心啊无？你毋来知影你家己是罪人无？还是你而且咱常常拢无下即个上帝心意啊无？还是你有啊感觉自我良好，自我感觉良好？哦，我袂歹啊，我咧足好，所以我无参与迄个无好的人安尼。咱是毋是有即种感觉伫咧？咱有即种软弱的软正伫咧，你毋知无？那知要安怎？知你着倒转到伫上帝面前捌迄个真理啊！你爱知影悔改啊！爱得到佫爱认捌迄个真理伫咧啊！你知影你的罪，甲你会当认罪，即中间有真大的差别啫。足侪人知影伊会毋对，但是啊，无要安怎？伊根本无要啥物认罪啊！最主要认罪是啥？表面的认罪。咱会记前一摆时，咱看见有人去共破屎，去破即个解药的屎，好好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退学。这人就闹一句话讲：歹话无我去甲你道歉，无我要安怎？我已经道歉，无你叫我要安怎？要搁我退学，我要来死啊！这是真正认罪噶，伊嘛是知影伊毋对，但是伊有真正认罪无？咱人嘛常常真简单，我知影我会毋对啊，是咧口头讲一是咧哪点，这是真正认罪啊无？你爱真正有这认罪的心，你才会当对付你的良心。但是你变哪知影你真正认罪？因为圣经甲人教讲爱安尼行，但是你对圣经有明白，有真正迄个明白迄个真理伫咧啊无？咱现在当对付咱软正的良心未？你要对付你的软正的良心，有一个是对付，一个是积极建立，一个是消极，一个是积极的。所以你若毋知影变消极，你积极来建立嘛？安怎积极建立？圣经上帝话有读好识，你就知影什么叫做是非善恶，你就知影，你就当照安尼来行。
你就较无迄个软弱的即个良心伫咧。第二，咱来看讲，咱要安怎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伫咧？你毋知知影家己身心灵的软件无安全，还是咱非常的即种麻痹伫咧，感觉无关系。啊，是世界拢嘛是安尼，啊，咱的社会就是安尼啊。我嘛要鼓励讲，一摆我去澳洲倒转来时，啊，就真久的时间坐伫飞机顶，啊，就罔看电影吧。看内底3片电影，内底2片电影，拢是讲即男女主角啊，看到以后啊，就对干以后啊，就同居啊，就怎么做伙，结果迄个故事到最后是美满的故事。当你若看到即种你所面对的这世界，咱的社会拢是传出即种信息伫咧时阵，你嘛会感觉讲即个无关系啊？敢有影是安尼？咱圣经教是敢是安尼？毋是伫上帝所祝福的婚姻的即种的关系中间所发生的关系，拢是上帝所厌恶的。什么是10条戒律非常坚持的一项代志？但是为什么到咱即个社会中间，感觉无安尼行？你就是LKK 啦。即摆社会已经毋是安尼啦，你早就已经退时啊，敢有影是安尼？真理是永远无退时的。咱毋通受到即个社会即种污染者，家己来麻痹家己的良心，用即个来做你的一个借口来定。其实你心内非常的知影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毋对。社会中间什么这咧，大家咧行这对啊毋对，你嘛非常的清楚的咧。敢有影最近来即个卡卡？是女神，是遐尔啊！逐日你去追崇甲，所有的报纸，你知影几个国家甲伊禁止无？至少咱东南亚3个国家甲伊禁止，外有入去讲安那，伊是魔鬼的化身伫咧。伊带来拢靡靡之音，拢是种伊内底的歌词拢非常的无好。但是咱看见咱的青年，一张票万几箍，安尼买落去。去买6000几块的人，想讲这应该是袂歹啊。对我来讲，甲迄个2、3千块共款，看嘛看袂着。伫遐抱怨讲，用这个钱阁安尼，我毋知因的追求到底是啥物。有影安尼才是流行着，安尼才是缀着时代着。咱的良心敢有影麻痹掉啊？上帝教是安尼啊？毋是。我为着迄几个国家，我真钦佩伊。这个卡卡是世界闻名的一种靡靡之音。号称是女神呢，伊安尼拒绝伊会当进到伊的国家，因为伊会带来无好的这种示范伫咧。但是咱看咱台湾的情形，却毋是安尼。咱的良心先是一个麻痹。咱圣经互咱真清楚的教示伫，伊需要咱有一个真敏感的良心去了解伊。咱毋知知影讲会当得到帮助，甲下面咱的源头是啥物无？是啥物人无？是你到庙里去看迄个，还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伫咧？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的时，就是你爱知影参照迄个抽象的，伊知影伊家己是一个不配的一个罪人，但是伊求主来帮助，伊知影迄个源头是你主，所以求主施温伫伊的心上。当咱要安怎？咱嘛知影，咱真软弱，咱真无，咱要敏感，要参照即个罪人是要安怎？伫圣经中间历代志下卷第7章的14节，有一个真好，互咱一个开一条活路，互咱。伫遐讲，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讲的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，我倒转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罪。法国人讲，那称为我民的子民，要自卑祷告，求我的面，离开他的恶行。伊就要搁一摆下边因，要搁一摆医治伊，听伊的声，下边因搁医治伊即个对伫咧。上帝已经开一个真大的路互咱，你有敏感的心灵，你倒转来用诗所写的这点，历代志下卷7章14节，你会想你有安尼做的时，你就倒转到你真正有这敏感的心，你敏感的良心伫咧。这4样代志爱咱来去做。你有家己谦卑、亲自谦卑无？毋是去互人甲你讲责备的呢？家己亲自认罪谦卑无？祈祷追求上帝面，只有看见上帝阳光灿烂的面伫咧无？迄个圣洁的面伫咧无？是你要追求的，然后离开你的歹。本来隔断伫咱甲上帝中间，迄就要拆开。
上帝佫一摆要听咱的话，要赦免咱的罪，佫伫遐医治咱即个土地。安尼才是一个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伫咧。咱要看讲，咱有通拥有即个清洁良心无？你毋该知影，参像行说的约翰，知影家己的即个命定任务是甚物？你的职分是甚物？你毋知有尽职伫迄个所在啊无？然后伫咱行无好的时阵，咱倒转到伫主的面前时，咱毋知有迄种性命得到改变啊！圣经甲咱讲，你若洗礼了时，你即马搁咧活，毋是你咧活，是主伫你的内面咧活。你已经成一个新造的人啊！你即马是新造的人，啊毋是？你毋知对你的性命、对你的行为中间，会当看出你有真正迄个英神毅力啊无？昨礼拜六、礼拜三时，有一个青年来问我讲毋知伊另外别个教派的人讲问伊讲，你毋知会当上天堂袂？伊煞毋知要安怎回答。伊讲这应该是上帝做决定的啊！啊对啊毋对？嘛是对啊，上帝做决定的。啊，但是伊讲，毋过我有即个确信，我若是上帝已经有我即个应允，啊，我若继续伫遐认真的时阵，上帝一定会我上天堂，因为伊的应允伫遐。迄个无啥同意的讲法，伊讲啊，你即个无确信一个，我一定会上天堂的。所以问我讲，牧师啊，安尼对啊毋对？我嘛毋是上帝啊，我哪会使讲伊一定上天堂？但是我感觉你的讲法较正确。主要说，咱信，主要说咱洗礼是咱罪得到赦免，咱会阁犯罪袂？当然会啊。但是主要说已经甲源头，互咱有一个确信一个。你若是信主要说，你的罪就赦免，但是咱继续犯一寡罪，这是源头的罪，甲上帝阁好，即个罪已经 OK 去啊。但是咱定阁犯了这罪，这罪咱一直认真伫迄个所在，会当行出下主心意的啊。这是咱伫地面上一直咧努力付出的代价啊！上帝亲自，伊是公义的上帝，伊就看见讲你到底是毋是会上天堂。但是你若是下伫伊的心意，当然上天堂啊！你免搁伫迄所搁一摆考试啊一下，伊伫看你的心，毋是看你的外面。所以有即种信心就是真好，无毋对。但是毋是咱嘴咧讲。毋是随讲我有救恩啊，我已经一定上天堂啊！上帝要互你上天堂是无毋对啦，但是你真正有安尼无？你性命有得到改变啊无？你有英神毅力无？你有甲你的命运行出来啊无？你伫地面上有英神毅力啊无？你会当活出来即个无通嫌的良心无？伫遐要问你讲呀，你毋知何当耶稣甲你讲安怎？今仔日救恩，今仔日拯救要临到你无？你有即种救恩的即种确据无？咱基督徒拢爱有即种确据伫咧，但是安怎？但是我的行为有达咧，有甲我的救恩，我得到救恩相配啊无？罗马人书甲咱讲，咱人因为恩典，因为信，方称作其因信称义。雅各书讲呐，因为行为称义。哇，就人讲雅各书毋是圣经啦，那会讲一人因为行为，其实这拢无毋对。一个是讲你要得到称义，你还未信主以前，你只有靠相信啊，定，这就是恩典。你无办法讲我的行为，哇，我那努力，我那苦行僧，我那出山，我那都要去做啥物代志以后，得到主的欢喜，我再来得救。无，这是恩典，互你。你若相信主的时，你就已经得到称义啊。上帝称你做义，要拯救要互你。但是当你已经拯救了时，你的行为的见证讲，你已经得救啊！你的性命已经得到改变啊！所以用你的行为来看，你什么真正得到改变？两个拢无毋对，拢是非常正确的，是互咱一个提醒一个，讲无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。这是互咱一个，你要活出一个无通嫌的这个良心的时候，主要说今仔日会甲你讲，你的救恩临到你袂？你是毋是会当不在良心不安，无即个亏欠伫咧？你毋知当过一个即个无通嫌的即个良心伫。当然经过4个礼拜，今仔第4礼拜，咱要来学习讲要安怎有迄个真正听出来时，第2项，讲是对啥？对无通责备的良心来，
无通责备的良心内底，咱拢真侪，咱的良心拢已经毋是当初起初所上帝创造遐尼是要安怎？咱只要努力啊，努力安怎去对付咱的即个软正的良心，建立咱就有敏感的良心，然后咱来拥有清洁的良心以后，咱就要活出迄个无通亏欠的良心。毋望咱每一个人伫即中间的学习，会当得到主的欢喜，主就要来成就咱，要来帮助咱。在结论来讲的时阵，咱依然来登到伫主的面前，伫遐认罪，求主认罪赦免咱有即种亏欠人的罪，但是毋通停伫即个所在，你要有行动。所以伫即个所在讲，你若有亏欠，对人有亏欠的时，你要找到即个机会，爱去表达你的亏欠。你甚至毋是干那口头亏欠人，去损害别人啦。你若甚至有物件亏欠人伫个时阵，你来去行人，就是适当的即个机会，求人的赦免，然后伫迄个所在来行人有关的即个物件。这是过一摆，互咱伫遐来想，你有感觉你的良心不安无？迄个良心毋通讲我原来的良心哦，你原来良心在你拢做，你感觉逐项拢无要紧，你毋知咱活遮久啊。但是你若倒转讲，迄个良心是上帝所创造迄个。上帝嘛，看这未责备你的迄个良心，你用迄个良心来思考看觅啊！你过去要安怎亏欠人？你要安怎亏欠人物件？你有感觉安怎良心不安无？上帝互咱一个机会，互咱倒转到伊的面前，咱若谦卑，亲自谦卑，咱搁祈祷，搁求伊的面，然后搁离开咱的歹，就是咱有行动出来时。上帝要搁一摆，要怜悯咱，要赦免咱，要搁听咱的祈祷，要医治咱的。所以咱若有做这种清洁咱的心思的时，咱就来搁一摆重建心思，向上帝来祈祷讲啊，求上帝给咱创造一个无通亏欠的这种责备的这良心。原文是当然是像说咱一个清洁的心吼。头拄仔咱的迄个敬拜赞美团讲，顶好甲咱出来歌，就是咧唱这条歌。互咱内面佫有忠心正直的灵伫咧，咱来经过求认真认罪以后，是咱就让向主来恳求安尼，然后咱就要宣告讲，上帝已经医治我的亏欠啊，对他了后，我的良心是无亏欠的。望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，帮助伫咱每一个认真咧追求，要活出一个无通责备良心的人。这摆咱游完最后。咱的灵命操练最后一礼拜一个小组中间有即几个问题，毋望咱会当伫遐来学习来分享，就要诚做咱的帮助。特别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圣神要来帮助咱会当挖开的圣神，过一个无通嫌的良心的生命伫咧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当阿爸悲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互阮教会中间伫即礼拜。阮在学习即个灵命操练，就是要安怎会当活出迄个无通嫌、无通责备的即个良心的生命甲生活的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因为阮需要有来对付的物件，就是阮软正的良心。阮需要来建立的，就是阮要有一个敏感的良心的。阮需要保持一直有的，就是迄个清洁，迄当作起初迄个纯、迄个 pure 的即个良心伫咧。然后阮再当伫阮的生命中间活出来迄个无通嫌的良心。求主你找起圣神来帮助阮，加添阮的气力，互阮会当抵挡这黑暗的势力所来的即个诱惑，甲即个试探之类。主你祝福伫阮每一个人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活出来应神益人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是阮同心用主教是阮迄个新的改变，搁一摆来宣告讲：你着真心、真善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，伊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困劳。我用新的改变互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